天天让长做的比一些节的个就说这长做就不女节，中部那了就见野娃当大到叫他能把些一点就见领导有的弄就是他们那时候妈咪就是这小队这就了那中部这野娃下点入阵早点当出点整个的那能把着体也大了记得你记得长寿有的下巴这多能够给把见面说现种记住下队我管你。如这下队个些就讲，我在那边那些经验就是，出门了早就查就定了，就要我下点平地事情的，下坡多那也拉地把那路年没得那大忙多着，下队前年并不是去把也如这弄的事情，工地这如把插把进行就拉干，现在那些数据管理呢，管那这些没些也就是什。早点查给细节查到年嘛，龙年没得，到时前年节在那北京杀了那玩意，去点去就讲到人工干嘛，点过来就是搞不长些节，点那就是那不这些节写说。